一個如詩如畫嘅墓園，我哋就睇到如痴如醉。咦？但係明明我哋應該係喺江西㗎，點解會見到咁多古典嘅徽派建築嘅呢？嚟到墓園就好似走入咗喺王維同孟浩然嘅山水田園詩入面，有被置身於一幅優美而古典嘅水墨畫。而我哋兩個亦好榮幸成為咗呢幅作品嘅一部分。係啊，係好靚啊！不過文英啊，係我想知啦，明明我依家就係喺江西喎。係啊，但點解咧墓園建築又屬於安徽嘅咧？咦，犀利喎，唱咁好眼力嘅，等我慢慢講你聽啦。好啊，白牆灰瓦，煙雨淒迷，係古代徽派建築嘅特色，亦係江西春天標誌性嘅美態。因為由唐朝開元年間，墓園其實一直都係古徽州嘅地方，直至到現代先至歸入成為江西嘅一部分。游走喺呢種如詩如畫嘅地方，大概你都會聯想到呢度一定又係一個誕生偉人嘅地方。的確，墓園就係宋代理學家朱熹嘅故鄉，一個喺思想上統治咗中國文人600年嘅人物。而依家我哋身處嘅地方就叫做王陵，佢嘅起源可以追溯至明朝嘅宣德年間。真係希望呢度嘅風景一直保持落去，等繁忙嘅現代人可以沐浴喺一片自然同傳統結合嘅境界之中。又嚟到另一個專出學霸嘅地方，呢度就係江灣。明朝嘅抗倭英雄戶部侍郎江一倫，清代嘅經學泰斗江永都係江灣人。而更加傳奇嘅係，呢度嘅江氏家族原本係姓蕭嘅，相傳佢哋就係漢朝丞相蕭何以及唐朝宰相蕭構嘅後人。不過後嚟因為要避禍，於是就改姓為江，所以難怪呢度嘅祠堂又會叫做蕭江宗祠。同埋唔知關唔關事呢？呢個家族出現過咁多位顯赫嘅文官，讀書人嘅種子似乎就伴隨住佢哋嘅血脈流傳到今日。終於都認識到咩叫名門望族啦。冇錯啊，一個家族可以誕生到咁多傑出嘅人物，相當唔容易。環境嘅氛圍、家教嘅培育、自身嘅努力，每一個元素都唔少得。聽落咁似煲老火湯嘅，又要足料喎，啱水，仲要夠火候。係啊，咦，你係咪肚餓啦？不如趁我哋天到就快江郎才盡之前，快啲食個飯咯。好啊。